人無法走到每天，為求沒有帶着遺憾活到終點。就是你，讓感覺從此不再簡單平凡，到處也是彩色，只因歲月引誘你我的足跡，情從未變，歷練了多少變遷。26日嘅宣傳期轉瞬即逝，話咁快就已經嚟到宣傳期嘅最後一日。我哋15個彷彿仲停留喺1年前啱啱開始籌備呢個內閣嘅嗰一刻，將 Metamorphosis 同 Polaris 融合嘅 Matrix 為初始站，以蝴蝶為藍圖，將北極星嘅信條貫徹為我哋15個共同追求嘅信念。深信有勇氣就能夠一切由平凡走向非凡。我哋嘅初衷唔單止想服務同學，更加希望成為你蛻變旅程中嘅同行者，化作青春路上嘅星辰，喺你嘅中學生涯入邊陪伴你穿越迷惘，奔向嗰一片屬於你嘅萬丈光芒。由 slogan、icon、banner 到每一個活動嘅時間、地點、rundown、budget， 每一個決定我哋都深思熟慮，花盡時間同心機去砌好每一個細節，只希望你我可以喺有限嘅時間去擁抱青春。有人問過我，你哋咁多活動究竟會唔會只係浮於表面，做唔到貼切同學嘅需求呢？對此我嘅答案係唔會，正正因為明白唔係每一個活動都適合所有同學，所以我哋先更希望透過更多元化嘅安排，令每一位張記人都能感受到學生會嘅服務。為咗達到呢個目標，我哋日曬雨淋，努力行遍每一條街道，不留餘力地為張記人搜羅更多嘅店鋪福利。經過無數個由前一晚開到第2日凌晨嘅 online meeting， 儘管途中遇到挫折、迷惘、自我否定，我哋仍不忘初心，一次又一次咁提醒自己，要以最踏實、最堅固嘅承諾，全力以赴，為大家嘅青春歲月留下熾熱印記。透過呢啲努力同堅持，我哋更希望能夠可以將最真摯嘅心投入喺每一位張記人嘅中學生涯，同大家一齊書寫屬於你哋嘅青春篇章。唔知道咁多位張記人，你哋願唔願意投下手中屬於自己寶貴嘅一票，同我哋 Matrix 15位一齊以熱酒為物，以行動為筆，喺嚟緊1年嘅校園星途上，為張記人留下最燦爛、最閃爍嘅航跡呢？在遠處共你在起道別重聚也有日期，你為我寫上傳奇，願你沒有牽掛遠飛，在地平線上也有我為你打氣。去吧，我會永遠珍惜你，直到下世紀。
定你，雲聚星光，破繭飛揚。